體育消息，由體育發展局同體育週報合辦嘅澳門傑出運動員選舉，武術隊包辦成年、青少年同組合多個獎項，其中韓正以大熱姿態勝出。譚日新報導。多年嚟為澳門喺世界賽、亞運以及東亞運披金戴銀嘅女子武術運動員韓正當選成年組10大傑出運動員，結果相信大家一啲都唔會感到意外。喺呢度睇到我哋呢個頒獎禮，我真係好開心。不過我想啊，下一次啊，你冇係每次攞獎都係韓正啦，咁樣唔好噶，真係唔好噶。你啲後生你加啲油啊，努力啊！冇錯。韓正同隊友黃燕慧雙喜臨門，除咗獲得個人獎項外，亦喺組合中當選最佳3隊之一。首次增加嘅成年組10大選舉得獎者仲有武術嘅賈帥。效力香港甲組足球隊多年有澳門國門稱號嘅陳達新，空手道孖寶賈家慧張佩斯，排球嘅杜川琪，室內花式單車關淑梅，游泳黃永章以及就係鐵人三運嘅許朗。最佳組合另外嘅2隊龍舟隊氣勢近年已經直逼武術隊㗎啦，當選係意料中事。最後一隊係室內花式單車嘅黃恒昌同盧永仁。為鼓勵同埋推動青少年運動發展，10位選出嘅傑出青少年都喺本地同國際賽表現獲得肯定㗎。2年一度已舉辦到第3屆嘅全澳傑出運動員選舉，由過往嘅唯一青少年組別，今年新增加到成年組。今次選舉共有100多名運動員獲得提名，近2萬人嘅網上投票佔總評分嘅20%。另外80%由體發局、澳門奧委會、教青局、體企業同埋主辦單位組成嘅專業評判團作出評分。澳門電視台記者譚友新報道。